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趟了。去吧！ 你自己小心。姐姐。
邪，月儿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不，子邪，子邪死，不能让月儿死。你快走！不，要死，月儿和子邪一起死。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喂，在，你去逗逗这个长得跟娘们似的男人，我来对付这个泼辣的蜀国公主。子邪，我来。我来。你是何人呐？在下楚人黄歇。阁下是谁？你管我是谁呢？子邪，小心！子邪，小心！剑都拿不稳，还敢跟老子交手呢？去剑！你那个男人不中用的东西，不如跟随本王吧！子邪，放开我！看看，小白脸是怎么死的？哪是我们的对手？别吵了！子邪，子邪！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不行了。大梁道，报告将军，黎叔公主眼下如何？安然无恙。秦国大良造公孙衍拜见黎叔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大良造，月公主，月公主带人去引开了敌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望大良造能够快快派人去救她。原来如此，叔公主请放心，微臣马上派人去寻找